今年比较像是我们因为有第一届关系，所以我们去深入龙崎，然后看一下以前龙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现在，然后有什么事件经过，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策展动画。那从去年有办这个空山祭，那这个造成全国性的知名度。那今年在文化局也针对这边有更多的展览的造型，还有更漂亮的灯光。那再加上我们联合仁德、归仁还有关庙有共同办一些跨区联盟，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龙崎这边走走看看哈。那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空山祭这样。现场在这边看到这次的设计，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人潮。龙崎本身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污染，那它所有的这些自然生态都是很自然的形成。那结合这次的艺术项目的设计用整个这个竹编来制成，然后把它制成一个像有这个山就是很特别，一定会带来不管是年轻朋友啊，或是大人小孩，也欢迎大家都来到龙崎这个地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去年首都举办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在短短47天的展期就创造了19万的参观人次，更被誉为全国最美的山林灯节。2020龙崎灯节空山祭以大地回声为主题，将于12月25日圣诞节强势回归，呼应 COVID-19 疫情所带来的返乡潮流，利用龙崎古老传说窝镜窗，探讨都市与偏乡间的关系。今年文化局更携手12组艺术家，共同创造14组光景艺术作品，规模更胜去年。欢迎大家一起来龙崎探访这个梦幻秘境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第2届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大地回声，是取自于这个地方9则5节的故事窝镜窗的一个故事。那透过艺术家把这个故事融入到整个艺术的装置当中，所以今年总共邀请了12组的艺术家，总共创作了14组的这些大型的作品。最大型的作品是长达200公尺的大型装置，所以比去年的规模更加的一个宏大。我们今年特别用一种收票的方式来管控人潮，让整个参观的品质更好。同时希望说大家用50块钱一个铜板的一个价格来支持一个偏乡的地方创生，透过艺术介入整个所谓的空间，让整个龙崎能够再生。其实也反映了这一次的主题大地回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偏乡，来共同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地区的一个繁荣。所以今年的龙崎光节比往年更加的精彩，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因为全台湾能量上旺的台南7个盐山，每当过年拢会推出大型的装置艺术来祝福大家。这回特别的是，盐山顶生出3类古水的蘑菇，悬甲宽拢是6公尺的蘑菇红啊，吸引这游客眼光，纷纷来打卡翕相。还蛮特别的啦，对对啊，我觉得它这样子刚好配合那个蓝天，我来过2、3次，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很特别啦。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说，因为它是很原始的东西如果有装饰艺术品的话，变成可以多拍照打卡的景点，会比较好一点点。对，我还觉得还蛮特别的，我进来我就想拿来拍照了。雪地怎么可能会长菇菇觉得很奇怪。对啊。为了迎接充满希望甲梦想的2021年，北极球团用下装置艺术，以马里奥对抗魔王、拯救公主的经典画面来向前战胜疫情。会中台盐公司董事长陈启宇、总经理吴旭慧嘛特别邀请市长吴伟霆做回来抽好几条下弯，努力宣传。哇！我们祝福2021年，我们好幸福！大吉！发挥实力，力转胜，扭转成功5颗星。
大吉，勇于接纳各种变化，顺利指数5颗星。今年这个姑姑那谐音是 good 希望说在过去1年这个疫情肆虐全球我们希望新的未来的1年一切都能好转。这个盐山的在过去年节曾经创下1年有10几万的这个游览的这个观光客来这里参观。我们希望今年韦哲市长对台南的这个各大景点在大力的在推销希望能够带动台南的观光，将台南所有的这个文化、美食有趣好玩的地方都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座盐山每年的装置艺术的发表都是地方的一大盛事。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Good 姑姑能够变成一个好兆头，迎接2021。希望说借着这个好兆头，这个好姑姑也都能够再创这个休闲旅游的新高峰。尤其现在国旅大爆发，来盐山你看这样子空气好，然后又来这边欣赏这个美景，那中间又串联游客盐博盐业博物馆跟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基本上是非常好的观光轴线。也希望说借着盐山的带动，借着好姑姑的带动，能够让台南的观光，让各地的好朋友都来台南。检测 LUK 质疑盐山是严控的，对此台盐表示，完全是真材实料盐所对待的盐山，逐档嘛拢会开真济心力来维持，所以邀请大家拢来爬盐山，看Good的姑姑下关、平安姑姑等等。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上知名的公园之一，就是位伫中西区的台南公园。台南社区大学的志工团队伫10年前进驻台南公园的羊蹄假林，展开一系列的照顾工作。伫市议员区里里甲公务局等单位的支持之下，周边的生态也慢慢恢复。社区大学伫过程当中发现，民众为了进出这个所在，会将乌托邦停伫树仔生长的所在，同时用砖仔角调做一个小型的楼梯。但这两个行为除了影响树仔的生长以外，也靠后造成民众的危险。对此，经过社区大学甲公务局的努力，现在也将树仔的周边围起来，同时打造一个生态的楼梯，要让民众轻松来出入。我们台南社大就一直非常关心这台南唯一的一座百岁公园，所以呢，大概在距离目前大概10年前左右，我们就开始进来关心台南公园，尤其是这一片羊蹄甲林。那也因此慢慢的累积了很多关于台南公园的知识。那民众的使用习惯，那公园的现况问题等等，那也就是在公园100岁的那几年呢，我们渐渐的有一些可以改善一些问题的一些做法，包含说羊蹄甲林的贫瘠土地的一个改善，那一直到这一次，我们为公园路段的这个人行道，改善了树穴。民众常常停放机车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也选了靠近捐血车的这个树穴，我们想要用一个符合生态的一个工作方法来作为一个示范，期许这个树穴营造之后，公务局能够比照营造在其他的树穴上，让我们的台南公园的公园路这一段更美丽。周边种的植物拢是选择较毋免维护的，目的就是希望减少照顾的成本，同时透过维持原始林的模样，会使增加生物的多样性，安尼才会使找回丰富的生态。阮这树啊，就是讲地维护，然后什么物件树啊，你拢不管什么，有所有的树啊，生物家己就会入来。当然阮安说，所以阮袂当学袂收。那然后小生物、小动物自然都会入来遮栖息，但是有的物件会爱这种，有的物件唔爱这种，这是生物的特性。咱袂使讲在引导讲他们喜欢的人较种，没有。你有的人爱去行，有的物件就会爱行，所以阮真内底足侪种，我拢种起来我几10种所以它慢慢生物就会真丰富，阮嘛伫遮看到足侪生物真正就入来内底。公务局的机要秘书刘正昌表示，100岁的公园是台南共有的资产，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
同时，代表市长出席的秘书朱正轩也表示，希望台湾公园会使伫公司合作的努力之下，变做台湾公园文化景观的代表。社区大厦也呼吁民众伫进出台湾公园的时阵，爱好好爱护周边的环境。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每当岁末年终一节，创世、临安、华山基因会拢会连下举办韩式吃饱30办桌买艺。这个爱心活动已经连续31档捌停过，但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这个联名决定将今年买艺办桌停办，改为送物资的方式。今年比较特别，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就直接送到家里面。全台有2万个个案。那所以呢，要动员非常多的义工，还有我们的物资。那谢谢 Toyota 这一次特别的响应这样物资的一个输送，让我们非常的温暖。也因为疫情的关系，经费物资目前状况无好。知名车商业者知影这个情形了后，就号召同仁做伙响应创世基金会植爱树的活动，希望会当达到跑增营业效果。在我们副总陈忠豪先生的大力支持之下，让我们今年整个公益活动来做一个提升。我们今年有跟15个机构已经办到25场以上的活动。那也这期间也包含到整个寒冬送暖爱心便当，帮他捐血活动600袋以上。那这次活动希望也来利用这次的机会来做一个抛砖引玉，让各位唤起大众来对这种活动这种回馈社会的一种大活动大家来参与，一起来共同参与。除了车商的帮忙，东区威斯康星幼儿园也由园长邱世荣带领幼儿园的小朋友现场捐出1万块的善款，用来帮助植物林的照护经费，用实际行动来关怀弱势族群。台湾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每当10月到隔当4月是东北季风盛行的时节，台南位伫咧中央山脉北方面，污染物滞留无容易扩散，是造成空品较歹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善空气品质，市府环保局做了真侪努力，除了派出检查人员，增加对着固定污染源的检查频率，更运用科技辅助，包含空拍机、热显像仪等工具，成为环保局的执法利器。无人飞机之外，我们还有热显像仪。还有红外线的显像仪，这些红外线显像仪就如同最近的新冠肺炎，我们出入门口可以感测到我们人体的温度。那相对可以应用到工厂，我们搭载无人飞机飞上去的时候，工厂有没有异常的排放？因为排放温度会高，所以我们确认我们的许可文件是不是有异常。另外，针对工业区的污染排放，环保局伫全市21个工业区布建900粒微型监测器，会当借由大数据分析，掌握污染排放地区以及时段，互环保局会当精准投入检查能量，揪出污染源。保署过去补助我们900颗微星感测器布设在21个工业区里面，让我们掌握工业区有没有一些排放污染的一些情形，我们锁定微星感测器比较热区的部分，值比较高的部分，我们来锁定我们使用无人飞机来查气工厂有没有违法规的一些部分的一些情形。环保局表示，空气品质甲健康的关系真大，请大家爱共同努力改善空气品质。环保局嘛持续以科学仪器进行检查，抓出污染排放，让台南空气品质持续改善。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根据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统计，台湾照顾者的照顾历程平均大约9.9天，每天平均照顾时间超过13点钟。长期落来，容易影响家己身心的健康，甚至厝内人的关系甲社交关系。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对今年3月份，透过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性服务，提供心理的关怀、家庭访视、甲疏压的活动等，鼓励照顾者用行出家庭，消除疏解照顾者的压力。从这个计划里头呢，其实我们就会提供相关的这些的照顾舒压活动，或者是照顾技巧的训练课程。那另外我们还有提供居家到宅的这个照顾技巧的训练。那不外乎就是希望可以提供这些家庭照顾者的照顾技巧，让他在这个照顾的情境里面，他可以更熟悉这样子一个照顾的一个情境。那另外，因为长期照顾久了，有些时候他们放不下这个照顾情境，那他们都觉得自己照顾是最好，也接纳不了别人的照顾，所以相对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压力就会特别大，负荷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些家庭照顾者要适度的放下，走出家庭，来参与我们这些的这个家庭照顾者的支持团体。那因为透过这个团体，他可以去认识更多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那照顾经验的分享，从别人的照顾经验里面怎么去累积自己的照顾技巧，这也都是我们在办这些团体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亲像78岁阿辉阿嬷照顾90岁的失智阿公，经过4年长期的照顾，难免身心拢感觉真忝，而且脾气嘛容易受影响。伫咧参加照顾者的支持性服务以后，才豆豆啊拍开心结，互家己的脾气变好。改变足多啦，因为经过是拢大声吼叫，因为唔知伊是病人嘛。自从参加这个以后，我真正的了解他是一个病人以后，我儿子讲，你知影伊病人啊你才有改变，有安那改变？我就讲讲，我安那改变？伊讲我袂生气啊啦，拢用微笑来处理事情啦，来给他转移他的注意力。伫奇美居家服务中心护理师、甲社工以及心理师的带动，照顾者服务计划到今年11月，总共办理超过30场的疏压活动甲轻旅行，希望借此提供照顾者小可休困甲喘息的机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贵综合病院妇产部医师于佩修表示，子宫腔内的病灶，上常看的就是肌瘤甲息肉。过去处理的方式，拢是靠传统的子宫内膜扩刮术，将子宫腔内无正常的组织来刮除。不过现在有子宫镜，透过摄影的镜头，做局部或者更加准确的手术。不过相对的嘛有伊的无适合，加可能的副作用加并发症。子宫镜跟子宫内膜扩刮术手术的差别在于，子宫内膜扩刮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病灶，比较不能针对局部的病灶做处理。那子宫镜手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病灶在哪里，针对病灶做直接的处理，相较不会伤害整个子宫内膜，对子宫内膜或未来影响会比较低。那比如说，如果病人正在出血的量很多的话，相对没有那么适合子宫镜。其他的状况，像是骨盆腔的感染或怀孕中的病人，其实也是不太适合做子宫镜的。子宫镜的并发症大概从0.2% 到2%。大部分是在于说，我们在子宫颈扩张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子宫颈的裂伤，那有可能造成子宫颈的穿孔，造成脏器的损伤。那另外，我们在做子宫镜的时候，需要把子宫腔用介质把它撑起来。那使用水的时候，有可能这些水会跑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去，造成所谓的水中毒的状况。那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根据文献的统计，传统的扩刮术诊断率大约有9%。而子宫颈的手术大约是9%，不过传统的扩刮术有可能有检体不足的问题，而子宫颈的手术比较较会用的将病灶来清除清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所举办的全国儿童教玩具竞赛，日前伫台南登场。这届有高达50组的高中级学生参加，虽然面对少子化的冲击，但是嘉南药理大学悠然持续举办安尼的比赛，
是希望学生透过家己动手，培养因未来伫第一线教学的时阵，会使针对无同的学生因材施教的能力，同时也互因一个会使展现家己学习成果的平台。幼保系呢已经办理了这个竞赛呢，从2009年到现在有超过10年，那提供了一个平台给全国各个高中职幼保科的同学，发挥创意，然后来发挥他们的这个制作能力，制作这个教具来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那希望这个全国各个幼保科的同学呢，也都可以来借由这个机会来参与然后发挥他们的这个学习跟平日的这个训练。这个玩具虽然现在很多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好，那越来越多人觉得说买就好啦，它做得更漂亮。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幼儿园里面的孩子，他每个人的这个性质不一样，然后你当时要教的这个景不一样，还有当时的情境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他们都有制作教具的能力，然后能够到时候在幼儿园教学的时候，能够依照当时的情境去创作不同的玩具，然后依照孩子适性，然后适龄创作适合这个孩子的玩具，这样才能真正启发到孩子的潜能，启发到孩子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才坚持一定要办，让孩子能够磨练这样的能力。好，那同时我们这个办理，我们也要所有的人都把作品带来，而且当场解释。好，然后可以当场观摩，因为从观摩当中，他就可以看到别人的作品，可以启发自己的创造力。即届也有原住民的学生特别设计了原住民主题的教具，希望让部落的小朋友会使透过佚佗的时阵来了解家己的文化。因为我们想让山上的原住民孩子能知道、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做些什么，不想因为现在的主流社会让他们遗忘自己以前的文化。比较困难的应该是我们去到收集资料的部分，以及我们真正要把我们的教具带去试教的过程中，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突发状况，以及我们带回来之后的检讨，以及小朋友他们的反应，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些学生未来都有可能是第一线的教学人员，所以有清楚的表达能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透过比赛过程当中向评审讲解，也是让学生训练家己的能力。这也是这个比赛的一大特色，目的就是希望培育出优秀的幼教人员。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果然有全国真少见的年少温泉甲景色，一直拢是台南值得向游客推荐的。这回市府观光旅局甲温泉协会合作，更是选定这作为跨年三部曲的焦点。上午记者会中，当地知名的大都市赛嘛专工伫跨年期间打造3种澎湃板豆菜，提供民众预订。加上当地特别的莲花甲莲藕茶，市长委托嘛特别到场，历经邀请大家到关岭洗温泉食大餐，体验甲过去无同的跨年三部曲。关子岭温泉协会所举办的跨年3部曲，真的是好礼讲不完，好玩玩不完哈，所以真的是非常开心。那其实跨年台南这么大，所以跨年活动哈到处都有。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个跨年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市民朋友们，还有观光客朋友们，大家眼睛一亮，希望说能够一起来台南。我想今年碰到疫情的影响，好像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准。那年度关键字也有人提出一个叫疫，有人提出一个叫闷。那不管是疫或是闷，事实上大家都心里不是太好过。但我们希望说跨了这个年，迎接2021之后，大家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时来运转，能够这个扭转乾坤。所以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跨年3部曲。今年全球拢面临疫情的冲击，所以透过洗温泉，嘛希望洗掉一切不如意，来迎接新的一冬。所以观光旅局透过行销关岭，嘛希望协助疏解过年市区的交通，都是达到纾困甲振兴开发的目标。那我们很感谢关子岭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也设计了3部曲的一个活动那全部都是在关子岭。那这一次因为也我们在台南市政府的一个就是由我们关旅局的辅导之下其实我们也协助了台南市温泉协会在这一次纾困振兴的一个针对温泉区的补助的一个计划里面，
我们也帮忙他们争取到了一笔预算哦，也才能够让这个3部曲哦，以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行销的一个计划跟活动哦，能够成型。那在这边呢，要特别感谢我们成大的团队，我们的王老师，还有我们台南市温泉协会所有同仁。关子岭跨年3部曲赞不赞？赞。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